大家好，我是李清博吼。1941年伫麻豆出世的台湾人，伫玉井大汉的，读台南二中了，伫台大医学院毕业了，随来美国，伫匹兹堡大学做专科训练，去哈佛做研究训练，然后伫 Duke 教2年，以后一直搬向较近台湾的所在，所以搬来加州，伫 UCLA 做甲即嘛。我伫 UCLA 是做麻醉的研究，捌做过18年的分部的主任。这当中呢，这中吼，我39岁就升做教授啦。但是是终身教授，但是自迄阵以后呢，愈来愈差劲啦。我已经退休10几年啊。要退休以前，我是拢尽量咧做研究吼。最近呢，才感觉台语真趣味，所以我最近有去伫研究台语的发音，因为台字我毋捌。我感觉这个台语的发音足趣味，所以最近写一本册。好，以上多谢。来，next 啥物人？好，等你啊。Turn on the device. If the power is not turned on, check the cable connection or select the connection guide button. 阮兜的电视吼，即摆毋知去用监听还是啊，忽然间就甲你讲一寡声音起来，要叫来禁掉拢袂晓。迄个是 voice 迄个，毋知是啥物 voice activate 还是啥物物件。无等你遐，而且若讲2分钟好无？我单位，我名是吴景如啦吼。我原来是台南麻豆人吼。我吼也拄则退休啦，我是家庭医师啦吼，已经做50的家庭医师啦，所以是最新事业的人啦吼。我除了做家庭医师以外吼，绝大部分的时间拢是咧台文写作吼，所以我也是会使讲是一个台语文的写作者啦吼。我写作以外真趣味，我真爱看电影吼。所以我想大概安尼就会使啦吼。要补充时则搁来补充。OK， 好，无请廖教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廖明辉，我是即摆咧 UCSD 教迄个台湾电影甲教一寡即个什物古早的中国的文学啦，还是讲即摆现代的迄款的华语写作啦 ，Sinophone。迄款的即摆我嘛是迄个台湾中心，阮即摆才成立的台湾中心的迄个 founding director 啦。阮即摆定拢2-3个月就会办一个迄个木头来讲新出来的册，讲安怎讲台湾的啦。即摆即阮开始办，甲即摆慢慢哪像较侪人会入来啊。即摆迄个我是迄个台湾是咧婚姻关二分乡啦，是一个足庄脚的所在。到尾读东海、台大，出来 UCSD 摕了博士了，转去清华，教差不多20档的册。我要对清代退休以前，迄个前2年，我2007到2009吼，是咧迄个国科会做迄个人文处的迄个处长啦，就是咧管所有迄个台湾的大学的人要安怎摕到反定，就拢爱经过阮去甲审查，互因钱安尼。我任来咧做处长的时，可能是有史以来国科会内底遐所有的这部门，迄个不就是我成长率是29%啦，就是讲经费安尼。因为迄阵拄台湾开始咧民主化足侪民进党的立委拢特别关心阮，因毋知影医学，毋知影科学，但是对阮人社会政治拢足有兴趣的，所以直叫阮爱加钱啦。所以我迄个人文处迄个经验的是感觉真趣味。我迄共一个时间，就是迄个 UCSD 这边遮开始有
因为曾教授咧遮用迄个川流的引导 chair 出来嘛，Dr. 李华玲伊管这个钱，所以我即摆就变做讲是迄个 UCSD 的川流讲座，啊个迄个台湾中心的主任，安尼。阮每一年拢有办迄个电影啦，就是迄个 Early November 的时候，阮拢有办头6部甲8部的迄个去年出来的台湾电影。啊，阮即摆希望讲，因为台湾的即寡遮 documentary 甲真全世界做者 documentary， 阮即摆可能 UCSD 是全世界内底收迄 documentary 收甲 underground 的 documentary 足济啦，尤其迄个北韩甲中国外口无法度看会到的遐即款影片，阮即摆收上较济，所以我即摆希望讲，若我这中心佫软落去的时候，希望讲每一年阮拢会使摕一个奖出来，就是讲上介好的有关台湾甲台湾 is American 迄个 documentary award， 希望会使咧 UCSD 办出来，安尼，多谢。好，感谢吼。迄个迄个轩宇吼，我有送迄个大budPlus 吼，影片互你，你敢有收到？迄工的迄个研讨会，好，不要紧，我来请即个秀婉来自我介绍者。大家好吼，我是秀婉，我住伫迄个 Toronto 加拿大，我是台南人，我读成功大学，我是读化学系，但是我即马咧做诶工课吼是迄个我是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我过去我捌做过台湾通信诶总编辑，我感觉我嘛是一个台语文诶工作者，嘿，简单介绍到遮，嘿，多谢。好，来，Christine，请你来简单介绍2分钟。嘿，我是 Christine， 迄个龙岗的看手。伊头有咧讲我是半个艺术人吼，主要是我有一个Christine 创意表演艺术工作室，佮有伫教会白灵士团契，拢总到今年差不多23年。主要是伫教学。就是带大家做伙来学习手语、舞蹈，佮有福音歌戏。有时嘛会接受一寡邀请，带大家出去表演。简单介绍安尼，多谢。好，多谢。好，来，即摆咱请潘导演来自我介绍一下。我特别我先讲，我今日歹势讲啦吼。我感觉伊足勇敢啦吼。我还没熟悉是安那呢？是顶边咱放迄个度日有无吼？咱个度日看迄个度日纪录片吼，伊嘛有来参加啦吼。伊其实伊讲伊即摆来美国已经20冬吼，住伫纽约，平常时足少机会讲着台语啊。我著邀请讲，无你要来试看觅伊一个就答应吼，所以讲伊嘛拜托讲无吼，要伊即摆要来分享进前吼。咱加减找个人来面讲台语，互伊安尼搁练习一下，看伊较够讲无啦。好，请你。我最近在咧看《替西玉玲珑》啊。替西玉玲珑。西玉玲。淡薄仔看咧安尼。嘿，我名叫做潘轩宇啦，我是台中人，我逢甲毕业诶，嘿。我来美国应该是2001啦，我应该是迄年来我家己拢袂记哩啦。嘿，我以前是伫迄个 Baltimore 迄边读册，我迄边的学校是 University of Baltimore，伫遐10年，我是讲我伫 Baltimore 10年，来 New York 这边10年安尼，差不多安尼，嘿，我伫New York 这边的时阵，我伫迄个 Brick TV 做代志，我就是伫遐我就是制作人，就是我拢去做访问，就是迄个阮遐的 community， 阮遐是 Brooklyn 迄边，迄个电视台是 Brooklyn 的电视台啦，阮的故事拢是伫 Brooklyn 迄边安尼。我著有兴趣做 documentary 的物件，著迄阵著开始
就因为伫迄个电视台有咧学嘛，你遐做时就有咧学安怎去做一个影片安尼啊，就是迄个 news report 的迄种的迄种的format， 啊，就有学着啊，就想讲嘛想要做家己的作品，啊，就安尼情形下，我就开始咧做我家己的作品安尼。啊，即马嘛做嘛有10年啊，嘿。啊，你敢袂当简单来介绍即篇迄个 Alone and Together 哈？ Alone Together，你是哪较会想着讲要哪拍即篇安尼嘿？即片啊，就是因为迄阵嘛是，因为迄个迄是2020的时阵嘛，吼，啊台湾咱拢有听着讲迄个大陆迄边啊若有啥物物件，迄个 PTT 上面迄个拢有人咧讲嘛，啊台湾迄边拢知影，啊亚洲迄边嘛，差不多嘛拢知影讲啊，迄中国迄边可能有啥物物件要出来安尼啊，啊毋过美国即边啊，我家己我是迄个每年就是安怎讲，就是阮迄个我迄个除夕的时农历除夕我拢会找朋友去食饭啦，啊我迄去食饭。李高美啦，农历除夕咱讲李高美。嘿啊，啊，就迄个时阵去食饭，啊，阮迄朋友拢嘛，就美国人啊，啊，就毋是台湾人嘛，毋是中国人，拢是美国人，迄个较济。啊，迄阵，阮有一个香港人啦，有迄阵有一个香港来的朋友跟阮去食饭，啊，伊去食饭的。伊去食饭，迄工伊较慢来，啊来的时阵啊摕两个迄个口罩，两箱口罩安尼，走来找阮食饭。啊，咱知影，阮咱那个台湾的、香港的拢知影是有出代志啊嘛。毋过迄美国人拢毋知影，伊讲啊，你哪会去 ？Why are you carrying so much mask？对无？啊，咱就逐个讲啊，阮讲因为有安尼的传闻安尼，啊，因就嘛毋是讲毋信啦，啊，就讲啊，敢安尼真诶哦，啊，拢无来放伫拢无去甲放在心上，啊，足紧诶，咱着3月遐，我袂记哩啥物时阵啦，是3月，迄阵就 lockdown 啊，迄阵。大家感觉吼，真正有即件代志哦，嘿，我即边的我就是因为嘛是阮迄个时间，我姐夫啊，阮姐姐因翁啊，伊迄个时阵有安尼做代志啦，伊迄公司，公司怎么讲？公司公司派伊去迄边做事啦，啊，伊就互。甲迄边的人拢袂使出来安尼，啊，伊就足痛苦安尼，啊，伊就甲阮姐姐，就讲毋知时阵啥物时阵，才会来转来啊，安怎啊？我看伊遐足紧张的，啊，我伫遐，我就讲毋知会使做啥物无？我想讲来说，无来拍片啦。哇！你这片真无简单嘞吼！我你其实为着要含你讲这话，我可去看一遍啦，所以我已经看2遍啦吼。其实我看你这个片吼，有11个国家吼，啊甲翕拢11个国家，啊佫是家庭，吼，伊是家庭翕的，公园翕的吼，啊感觉足自然啦吼，啊我是真好奇啦吼。你著关伫纽约啊，你免哪去翕遮济景啦。哦，我著。嘿啦，迄阵嘛是安尼啦，着阮拢袂使出去嘛，着我迄朋友有人是
住无真远，啊，毋过阮就安尼一年拢无见面安尼，啊，大家都一样啦，都共款，拢无法度去见面安尼。啊，我就想要找人，我就想要找人讲话啦，我就去 internet 安尼来要甲人来要拉咧啊，啊讲啊你遐安怎啊，啊你若安怎啊，我就想讲我就是因为我姐迄边阮迄个姐夫迄边先开始去就互伊去摄影翕呀，翕嘿。互伊翕因为迄阵伊会使安怎讲，他可以拍一些啦，他就是伊就伫迄边的有当我的从那个窗户去拍啊，有当会使出去一点仔安尼啦，啊有时候伊就去翕遐诶 footage 安尼互我。我去叫因做 interview， 我讲啊，你着家己去访问你家己就好啊，你着录迄个用咱有 smartphone 嘛，就叫阮姐夫着家己录佮传互我安尼。我甲我诶朋友嘛是安尼讲，我讲恁咧即摆咧创啥？伊伫国外就是日本啊other country 安尼啊，我就甲因讲啊，我就讲恁好无？无好啊，会无聊无？足无聊诶啊，要拍片无好啊，就安尼啊，拢是安尼哇，你朋友有够济呢吼，我知影嘛有意大利诶吼，有你罗西亚诶吼，嘿啊，日本佫有对马来西亚吼，武汉吼，桃园、台湾，佫有对几个所在。北欧迄边有啦，迄个Dutch Amsterdam 迄边有一个。因足济即个语言吼，我看因有诶是用因本国诶话吼，真侪拢用英语吼。你敢有特别甲因讲恁要用啥款语言？有啊，我着甲因讲，因为迄个讲英语诶大部分是我已经熟悉诶，几年前熟悉诶，因有当时因为 New York 就是足侪 traveler 嘛，因来迄边遮来遮我熟悉可能第二天因就转去啊。毋过即摆就是有 internet 有 Facebook 就较方便，就拢有咧咧联络啊。嘿啊。这算种纪录片诶革命吼，会当甲完全靠 internet 吼，加吼，安尼无。我敢有当去问最后一个问题吼，了咱就请各位来甲问啦吼。你即个故事内面，你即个透过即个纪录片内面吼，你主要要表达的，要甲世间人讲的故事的要点是啥物款？我感觉吼，因为这个时间，我讲的2020这年2021安尼，就是足特殊的一个历史是真特殊的一个 time 啊 ，a period of time 啊。我是感觉讲这个物件嘛是会使是一个记录，互以后的人，若是因要感觉讲迄个10年前迄个 pandemic 是安怎的时阵，因会使来看即个片。若是20年、30年、50年以后，佫倒来看即个片，因就会使安怎讲？记得记得嘿，对就是我讲什么代志？嘿，就迄阵是安怎啦？因为咱的这个 memory 足紧的无去啊。我讲你
看今年安尼，若是讲无较去迄个去注意这件事情的人，啊，拢都袂记哩啊！啊，即马大家拢咧讲其他的代志啊，对无？系啊。毋过就是讲迄阵有安怎讲，就是。The damage caused at that time, it still 抑搁伫遐啦。毋过咱就已经袂记咧，阮就咱即摆人都就想要袂记咧，迄阵是发生啥物代志啊？因讲啊，袂记啊，莫搁讲啊，对无？毋过就是讲有即个影片是较自然方法啦，互人去看，就你着当做是咧看电影，会讲哦，迄阵是安尼哦，迄个音乐嘿，我嘛是。有找朋友做一个 musician 啦，伊是马来西亚的 musician， 嘿，伊嘛有伫影片嘛有伫迄个即个 Along Together 内面。伊迄阵嘛是真安怎讲，嘛足 passionate 安尼啊！伊讲哦好啊，我来做我有互伊钱啦，有互伊钱啦，嘿啊！伊嘛是足欢喜有即个机会去做安尼一个就 score 那个嘿，做这个音乐，做这个音乐，互即个电影安尼啊，嘛是讲因嘛是一个方法，互伊去 express himself 安尼。就是啊，吼，检测我来问毋对问题吼，我有听人讲会迄个纪录片吼，毋是迄故事爱互家己咧看的人家己去想吼，毋是纪录片是甲要甲记录起来吼。啊，我这毋知这外行人问外行问题。哦，我会记你，这敢是迄个单位遐你讲的嘛吼？还是对，你讲的吼，就是讲迄个这纪录片主要毋是讲迄个即个故事是要互看的人家己去感受吼。啊，迄个做一个纪录片的即个 director 较是甲即个伊看到的物件忠实甲记录落来。啊，无是毋是讲你请你先来问问题啦吼，啊来了讲因为照他拄爱顺序安尼啦，好无吼？来，好，这吼第一个是较好个问题，就是讲吼，你迄阵是拄则即个病毒拄则开始的时阵嘛，伫中国内也小可真侪人拢也毋知的时阵吼，你影片内面有一则是伫武汉翕的吼，迄个时阵，即摆甲想来，敢毋是有真大风险，敢袂？迄个时阵你住遐，尤其是外国去的人，甲翕遐物件，若叫掠着，敢算做 spy 还是啥物货？迄真严重的罪哦，会当，敢有即个风险啊？你若是讲别人，就是别个 production 因有迄种风险啦，阮姐夫迄无啦，迄就是村尔啦，村尔我想可能是有一点仔风险啦，毋过伊就伊嘛讲无咧插迄代志啊，讲去是因为伊迄阵仔是足生气的，伊讲袂使转来，伊足生气的，伊讲我就是要做安尼，我就是要即个故事，我就是要来传下去安尼，我就是要录影安尼，可能是安尼，毋过就是讲伊就是伊嘛。真正做无介济啦，就伫村里收伊的行李，看一下 passport， 讲一寡话，就搁啥话就安尼。我感觉迄是抑搁无啥
那个无啥大个人。对啊。啊，遐另外一个问题吼，哎罔问的啦，就是讲哎即摆开放了后啦，吼，你敢有想要搁翕像即款的啊？嗯，啊，你第一步甲第二步做一个真好的对比，有即个意愿无？吼，阮伫迄个封起来的时阵，啊，甲即摆开放了后的时阵，做一个吼。嗯。是有咧想啦，啊，毋过就是有足侪代志，即摆抑搁咧都有其他的 project 咧要做啊，啊，迄个就囥较比put aside 哎，有想要做啦，啊，毋过就即摆就有一个 concern 嘛，是讲即摆人就无啥兴趣，搁看迄甲 COVID 有关系的物件，阮即批拢还未推销出去。哎呀，呀，我感觉即个 documentary 有一个真深刻的时阵，就是讲你啥物时阵来 document 即项代志，这是一个真要诀的时阵啦，吼。比如讲你即篇啦，吼，搁伫迄阵拄则要开始的时阵，吼，啊，有迄个有甲翕起来吼，即个甲迄个无共时机来翕的吼，迄个滋味就差足济去啊，吼。我是感觉即个玩意真要紧嘿。好，啊无搁其他人，你教授。我即个 documentary 我看2遍半吼，2、3遍，啊，感觉真有意思啦吼。在迄阵迄款恐怖的时，大概是真少别人会去做 documentary。啊，你用即个方法吼，真好啦吼。啊，拄仔写得真有意思。啊，参陈瑞兄所讲的，就是讲看安尼煞尾拢无人，啊，若会当比一个讲煞尾满的人，安尼比起来，印象更较深刻吼，较深刻吼。啊，即嘛想即个 documentary 是爱照你讲安尼，应该甲写落来啦。因为即个 SARS 吼，SARS 过无偌久呢，吼，是近世纪的代志呢。啊，但是即马真少人咧讲啊，有可能 SARS 迄阵无即款 documentary，吼，所以这是我感觉是真好吼。我愈看愈好奇吼 ，curious。你真内面的人，敢是拢原来的人？敢有人请人搁演一个吼？啊，真内面的这人敢有训练过？敢有演习过吼？这吼，做起来无简单。我以前是一个朋友无代无志介绍我讲去 Universal Studio， 讲因要演一个 documentary， 是讲明清朝代的路边的代志，讲叫我去安尼加一个讲你拉尔湖，去啊吼，2日透早透暝，佮穿服装、穿明朝的衫，啊，拢种迄个翕电影的人来阮遐差不多5秒间尔。啊，结果即个 documentary 无放出去，结果我拢总的收入，我做演员全部收入72块2日。所以要做一个 documentary 无简单，啊，拢得爱训练呢。讲得你这袂使安尼，你这袂使安尼吼。啊，阮伫咧等，日头真热，啊，无聊的时，一个人去买一杯可可来啉。叫咧，阮袂使，明清迄个朝代无可可，赶紧藏起来。所以即款经验，真高。所以恁咧翕的时阵，迄拢是真正的人啦吼，啊，毋是讲请演员的。无啦，迄阵嘛无可能请演员来做啦。迄阵迄当时，阮即个安怎讲？
film industry 足惨的，足凄惨的，就是讲，因若是讲迄个演员迄种的，因拢无工课会使做，无少的，嘿啊。啊，我这 documentary in a way，伊是一条路啦，会使安尼。啊，我就是我家己是感觉讲啊，就我伫村里嘛足无聊，我就想要做，就想要做这，就安尼家己做出来啊。你有需要甲因教偌济无？爱教一点仔啦，啊，毋过就内面就是参加的人有一些因家己已经是 photographer 迄种，因知影迄安怎翕安怎做。啊，伊的迄个器材有当时啊比我搁较好，嘿啊，啊有当啊是有人无翕过啦，啊，翕啊乱七八糟安尼，我就爱答应讲，遮我就写讲啊你啊安怎翕，啊迄个手机安怎摕，啊，嘿啊，啊我讲啊搁翕一遍，所以你这半点钟产品啊？原来拢总是几点钟？应该安尼讲，因就是我就原始资料吼，原始资料，经过你剪啦啥货了，剩半点外钟吼，嘿嘿，本来爱翕几百点钟，可能因每一个可能因拢有小可有见过啊，嘿，有见过，因可能翕2小时，可能啦，点前久，嘿，你安怎讲？点前久， 2点钟久，嘿，因可能有安尼2点钟久，我是说每个人大概有2点钟久安尼，嘿。所以到你的手练操拢总几点钟？你未剪以前，若有知影的人，搁较侪人安尼，可能安尼是安那。 20点钟啦吼。嘿，差不多2、30，嘿，差不多。毋过你遮的拢是你的朋友啊，加减啊，拢有迄个点影的经验吼，敢是安尼？对啊，就是阮迄个有我家己的朋友，啊有的人是我有一个我有 producer 啦，啊有的是 producer 的朋友啦，啊讲就像迄 Lucia 迄边的人啊，迄我无熟悉啦，迄阮朋友的朋友啦，嘿，啊毋过就少有趣味的，就是讲因迄边，你看因嘛是咧因叫因去用迄 long distance education， 因嘛是休叫啊，感觉真正是大家拢差不多啦，大家有诶问题安怎去安怎去解决，拢是差不多诶，嘿啊，全球，嘿啊。我感觉，互我家己感觉这是一个足有趣味的经验啦，互我家己去看，这一个代志去看，安尼全球性的point of view 安尼。好，真多谢。啊，搁续来，咱廖教授，你敢要来讲一下啊？吼，看你对这出电影有啥物款的问题要甲问？我咧，因为我对迄个医学方面拢无啥物了解吼，无迄个专业啦。我是感觉即个 documentary 互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讲 beautifully shot，就是讲伊迄个款的 editing 甲迄个内底要安怎翕吼，对迄个内底迄个角度啦，啊，搁迄个摕迄个环境，拢是甲咱一般想的迄种 documentary。这种 raw material 吼，咱因为要做迄 documentary， 普通拢是讲 capture reality 嘛，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讲迄个，定然咱拢看到迄个一个新的这个主题要出来的时阵，
尤其咧讲到一寡遮个，咱无法度知影一寡代志的时阵，可能是拢是对于迄个真济拢是讲安怎发生安怎翕啦，所以拢无经过讲迄个要安怎选镜头啦，要安怎做一寡即个安怎甲伊用到互伊变做讲会较水气安尼啦。这是迄个台湾的 documentary 甲真济外国的 documentary，阮咧小咱台湾的电影的时阵吼，真侪人咱阮问即个问题是讲台湾哪翕个遮尔水吼？你要知影讲环境即摆拢饮水啦，人拢咧艰苦吼，啥翕个遮尔水？即个用即个艺术这方面的即个成就颠倒，互咱感觉讲看的真无法度遐尼艰苦，无法度讲是迄个第一遍接受即个问题吼，伊看着讲这是一个真 crude， 真就是讲无经过迄款的迄个 editing， 还是讲迄个 intervention 吼，无经过即种特别的迄个方式去处理了，咱才去看到的。所以迄种感动吼，阮定放这个电影的时阵，大概比如讲咱有当时看迄个台湾的一个海内底一寡即个珊瑚礁啦，还佫一寡即个，尤其看迄款的台湾的风景的时，看迄个齐柏林这种方式的时，大家拢讲伤过水去啊，水到互你感觉讲迄个疼吼，迄个感动拢规拢怎样变做去互稀释去啊，变做无遐尼直接啦，是咱台湾迄个真济，所以我看你这个电影的时，第一印象就是安尼。第二个就是讲，你这是一个 multi location， 足侪所在去翕的，佫足侪无共款的人，但是你翕的迄个，互人看到的迄种经验，拢有一个同质性啦。就是这种迄个 COVID 来了，要安怎去感觉讲，外口即个要拢空去啊，人内底即摆无法度出去，内底一寡即个问题拢出来，但是你无真正去处理掉迄个真后的，像迄个你是讲后前甲迄个头前甲后壁吼，以前甲即摆一寡变化，迄个比较，佫甲你翕遮的人的时，拢是即摆用即摆即个2020的时，就是讲 December 2019了，武汉甲即个规个即个时间，你用 multiple location 去翕一寡遮的人，因的感受，因的即个感觉讲是安怎叫 isolate 了规个即个生活一寡遮的问题，所以你是用迄个 multi location 来讲即个 same experience，almost same experience over the world，所以你真济拢是处理到差不多1分钟了都无去啊，就是讲迄个 what is next， 到尾也是你的 voice over 来讲即个2021到22一寡即个变化，所以但是咱知影的是讲 COVID 伊迄个变化是足济 twist 啦，就讲开始是毋是有迄个知影讲有即个 symptom， 去 name the disease， 然后知影讲是 infectious， 然后变做是 pandemic， 然后开始发展出来讲，真一人跑去咧 New York City， 所以一开始是迄个意大利，慢慢Germany， 迄个 Dutch Netherlands 那阵足侪所在是因对即种感觉讲迄个 antibody 人自动，你若是迄款的是真一人得着的时，就变做问题，就慢慢我就改人迄个抗体就慢慢出来所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迄个所在的人，伊反应拢无共款，就是讲这个问题是因为真济政府的即个 policy， 甲咱对即个疾病的即个了解，甲迄个 immune system 的迄个规个一寡即个希望啦，佫慢慢有即个药出来先，即个慢慢即个药慢慢用出来先，人足侪人拢是感觉讲老人莫拍，因为拍落去，像我妈妈就是拍了第2天就开始其他的病拢出来，
真紧就走去啊。所以人因为年纪甲你的迄个对即个物件的即个了解的迄个程度，啊，佮政府的一寡摕即摆药入来，是毋是真好啦？啊，佮甲伊是毋是有做一寡即个教育，互大家知影讲，即个用即个药啊，是什么款药啊，对什么款人，比如讲，我等去台湾做一个迄孕妇，爸爸妈妈拢去我问啦。伊拢讲啊，你 UCSD 听讲这个做好势，管讲你安怎去迄个防疫的吼，啊，你想要用迄个废水吼，迄个排泄物内底去查迄个是毋是这 community 内底有即个病毒，用即个方式啊，台湾是安怎无做？因拢个我问迄大学一个校长拢叫我讲啊去讲一寡即种经验，互因知影讲，但是台湾的政府其实无做这啦，就是讲。对大部分人的教育吼，无真正做甲互大家感觉有信心，所以真侪老人，我知影真侪老人到尾看讲亲情的一寡即个较老的一寡朋友，像阮妈妈，伊遐姊妹啊拢讲，阿姊安尼去打针了，就变做安尼吼，大家拢毋敢去啊，所以变做足严重的，变做是社会的一寡即个问题啦。我是讲。你用这个 multiple 的这个 locations， 啊，佮足侪无共款的人的所在，因的这个反应，但是一寡这个过程，就是讲 COVID 伊一直咧变化吼，啊，人要安去对付伊的一寡这个物件，啊，你若变做讲用一个特别的一个方式去甲讲，这个人安怎去无共款的时间的时，知影讲有这个安怎反应，啊，彼此有法度做一些迄个互动。啊，知影讲要安怎去了解即个 COVID， 啊，伊迄个 consequences， 啊，你要安怎去重新界定这个 new situations， 啊，要去知影讲，安尼是咱要来防避讲，大家感觉非常 stress out 啦，即个 anxiety 啦，啊，佮一寡即个 mental health 一寡即个 issues， 啊，人要安怎去 redefine themselves。我是感觉讲，你甲即个问题，咱像拢留互即个。看这电影的人去想啦，因为你定处理拢是 sampling， 啊，然后结束啊，然后就变做搁换一个景啊，啊，所以迄个我若是咧主要一个问题要问你，就是讲 What would be your targeted audience？ 你希望讲你的迄个观众是什么款的人？啊，因要对你这电影内底去了解讲，这个人后边安怎？What would be happening to them next year？ 还是讲，因是毋是希望讲 COVID 变做 normalize？ 因为你上尾结论是讲，这是一种慢慢大家拢感觉常态啊，啊慢慢爱知影讲安尼不要紧啊，就是变做安尼去的时，这个摕个药啊以前的一寡只 confusion 啦，啊个。complicated feelings， 啊，佮看着朋友吼，你尤其你内底看到这物件，拢无真正去处理着讲迄个得着 COVID 了，啊，这家庭内底要安怎？啊，亲情朋友若翘起的时吼，你要安怎去想这个问题啦？那 documentary 我感觉若是做一个 documentary， 阮定咧讨论的是个问题，是讲这个 process， 毋是干看这个 product。上个重要是咧 to capture reality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something actually very, very real to everybody。所以我是感觉讲，这种物件，我是感觉讲，迄个因为 COVID 是大家拢关心的问题，啊，足侪电影拢出来啊。啊，医生的啦、护士的啦，啊，佮足侪一寡只家庭内底一寡这种 documentary 拢有出来时，你要安怎去互这你他个 audience 对你的这个 documentary 有兴趣？啊，你要安怎讲？你对 COVID 的这个安怎开始？安怎发生？啊，安怎结束？有一个特别的这个 perspective， 这是我的问题，多谢。因为这个片吼，阮咧做的时阵嘛是就是迄个2020的嘛的2021安尼，
迄阵阮家己嘛是讲，阮we don't have the knowledge 啦，所以的阮咧做即个电影，阮的态度是讲，阮是 observation， 阮是咧看，阮无法度去阮无法度去甲人讲哦，你若是安尼的时阵，你会使安尼，迄阮无法度做着安尼的代志。啊，毋过阮会使做的是讲，你即马你艰苦的代志，迄个 other country people in other country they deal the same thing. It's not only you. It 毋是你家己讲哦，我足痛苦，我家己伫遮安尼，嘿，啊，着阮的 target audience 是安尼啦。阮即马是讲为即个电影，阮的定义是讲，伊是一个 tool， 伊是互即马阮就是讲，想讲咱的迄个 meeting， 那个28那天的 meeting， 就是讲，我就想讲，这会使是一个讲哦，互恁互迄个 audience review， 伊就是前2年的事情嘛，就是迄 COVID 是安那的经验啊，然后会使用安尼的故事去做讨论安尼啊。阮今仔若是今仔讲啊，阮今仔来讲 mental health， 咱来讲哦，迄阵就是咧迄2年，咱有安尼的situation啊，即马啊，咱就讲，就是讲会使讲安怎讲，就是咱就有一个研讨会，毋是研讨会啦，就是一个 meeting 来讲说啊，所以咱会使安怎去解决即个物件，即个 situation， 安怎去 improve。所以我感觉我的作品是安尼的时阵，我无要甲人讲一个 conclusion， 因为这实在是伤侪 unknown， 毋是我会使做着的代志。即个吼，即个我来一个外行人来讲啦吼，我做外行，但是我印象是安尼啦，即个 documentary 吼即个定义啦，吼，其实无乌白的定义，吼，为按真 simple observation， 翕来翕去像一个囡仔安尼翕咧，到有目的的吼。导演甲翕相个人有一个头壳内有一个目的，迄种翕法，即个按白甲乌吼，即个中间我也无共大战的即个，比如讲我来翕台湾，吼，我会使一个 camera 搭咧，去台湾，吼，四界走四界翕，我毋是讲我要来。鼓舞大家来台湾做 tourist， 即个人，甲另外一个，伊是去台湾，伊要翕台湾，但是伊主要心内意愿是要介绍台湾，引起人有趣味要来去佚佗。即2个人的 documentary 应当是真无相像啊，敢毋是安尼？吼，即点我是毋知影，因为我做外行啦，吼。因为你即个翕的人导演，吼，也是你即个镜头，吼，处境即个吼，你翕的人，因为你的目的无相，所以你翕起来 documentary 会足无相像啊。吼，比如讲，咱顶摆看迄个，吼，迄个伊翕咧做原始资料，来互大家看，看了伊主要的目的。一个真大的目的是讲你答案讨论啥货，观众来讲，吼，安尼，这是一种 documentary， 吼，另外一种的就是讲，吼，我即摆要来
做一个真重要的来问关于即个 coronavirus 真要紧的问题，安怎产生，安怎演化，伊的 implication 全世界，你若有即个目的，来翕一个 documentary，即个都无相像，真无相像啊！但是是毋是某会使叫做 documentary？这我都无啥知影。我是安尼来接续即个单位兄含即个廖教授的即个问题吼。其实吼，我会感觉讲，你即个 documentary 开始一个换一个点啦，较毋是讲一个直的即个时间点。所以是安尼，佫有伊个除了即个 location 以外吼，其实嘛表演一寡无共款的主题，像讲内底遐有一个讲伊。一个中国较早移民来遮的一个较早天安门事件的迄个 survivor 伊咧讲伊迄阵啊伫天安门迄阵啊，伊都毋惊毋过伊即马到纽约迄咧行所以小可安尼感觉，小可感觉错啦所以若像安尼像即种的物件，假使若是讲提起伫遐中国的、美国的遮个社区伊遐佫写一个啥物什么 Tibet， 我可能因为西藏人啊，伊就讲我咧上济哦，个好啊。所以若假使讲即个 documentary 伫即个 community 来办，我想是有一个 click 啦，我感觉真好。佫另外一个，佫有提到讲迄个 Asian American 伫美国受迫害啦即和咱台湾人嘛真共款啊。我会记得伫迄个差不多伫10-20当前伊塔萨有伫 UCLA 迄搭办一个会啦有请一个日本教授，啥物名我袂记伊来咧讲伊讲恁讲恁台湾人安那无毋对啦毋过若有危机的时阵美国大众伊袂甲你看做台湾人，会甲你看做中国人。即摆问题就是安尼就发生啊！你即摆你虽然迄个嘛，毋是讲有一个人去互骂讲迄个讲啥武汉一个讲请讲伊虽然伊毋是中国人。毋过伊嘛感觉讲真无 comfortable， 所以伫遮个中国，伫亚洲人来讲，伫即个受到即个白人多数主义来看咱黄皮肤的人的时阵迄阵的价界就毋是讲是你的国界所以变做讲是用你的皮肤来看事实上即点伫即个统计来讲Asian American 受到歧视的比率足悬，甚至伫我的家庭内面，阮后生来要来看阮的时阵，伊嘛毋敢入来迄个足尔严重的是毋敢入来，拢伫阮的外口迄搭安尼看。伊要驶来的时阵竟然去互人话讲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呢？伫 Torrance 呢？伫阮即个社区，所以会感觉讲这无啥可能会去影响到咱的代志。遮个物件拢规个凸显起来。所以我即摆要讲的就是讲。虽然这是一个环所以这故事面迄个 target audience 有可能真济真无共款因为你话讲着讲人咧约会查某咧约会即个 COVID 安怎去影响到因的迄个约会佫含我较特别有，因为我有两个即摆3岁的囡仔所以基本上伊是伫 COVID 的中间差不多出世的因的行为模式你会变做安那？我想这对即摆拄仔少年父母要来看即个 documentary 做伙来看的时阵，因应该是会当讲足侪方面来 share 安尼就对了当然伫咱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论坛咱主要是讲用即个台语的即个趣味来咧看即个影片所以我嘛感觉这是一个真大胆的一个试验啦咱的作品的语言毋是台语是大部分是英语一寡意大利语一寡苏联语咱要用台语来讨论所以我嘛感觉讲伫咱即个论坛内咧讨论，可能迄个气味会搁较嘛是有家己的气味啦我。希望你甲有要问啥物问题？咱了一轮过来了，咱较佫有综合，咱就自由看，大家要讨论啥物就当来问题
你敢有听到我的声？有听清楚我。家己的音幕毋知是安怎家己走无去。OK，无要紧，因为即个 Alone Together 吼，其实我也未看啦吼。啊，因为我毋知影是阳光遐有会当寄互阮看，还是爱家己去 Google，还是安那吼。其实我家己也未看，所以我袂当针对即个电影来问啥物问题。但是我较趣味的，就是想要问潘导演讲。你拢总你差不多拍过几片的即种纪录片，啊，大部分的题材是时事，还是有较特别的即部分。啊，你头拄有讲你有一个 producer，啊，你即个 producer 敢是台湾人？啊，另外就是讲，你若拍即个纪录片吼，一般就是讲，就是伊是安怎推销出去，伊的通路是啥物？敢是爱去参加一寡迄个 film festival，还是有啥物特别的方法？敢会当请你说明一下？哦，好啊，我看我有几片哦。我即马我短片可能有五片以上啦，啊有咧做一个长的迄个 feature length 的，啊我的主题拢较是immigrant 迄种迄个 immigrant 的题材啦，啊以前我会想要做这immigrant 的物件，是因为迄阵我著讲我伫迄个 Brick TV 咧做事嘛，啊我著有拄着迄个 Middle Eastern 的朋友啊，啊因著会请我去因兜食饭啊，啊因的物件足好食，啊我著迄阵著讲在想讲啊，来做来做甲这有关系电影，会使佫会使食物件，迄阵是安尼想啦。啊，毋过就是有因较熟悉，啊，迄阵著知影讲因是安怎背景因背景嘿，因为因是我熟悉大部分是 musician 甲 artist， 啊因是迄是人介绍的啦，这群人是迄个马友友的那个 Silk Ensemble 的人啊，所以因的故事就足精彩的啊，有迄个叙利亚来的啊，有黎巴嫩来的啊，因著讲足侪故事互我听啊，我迄阵著开始2016年迄阵开始做这个长片啦，就是咧讲迄个故事，就是咧讲这个 immigrant musician 跟 artist， 因伫美国是安怎去安怎讲，就是因为迄个 immigrants 从那些地方来，因著有足侪迄个 discrimination 啦。因是安怎来迄个 discrimination， 是安怎去甲伊 transform to become art and music 我就感觉迄个是足有我对迄足有兴趣的，我就开始对因的安尼嘛几偌年啊，安尼嘛6年有啊，就有当时啊想讲阮内面有一个是日本人啦，迄个我迄故事内面有一个日本人，我就对因去日本，就去翕因是安怎去做一个迄个因的 tour 嘿，转来就有这个 footage，我讲迄长片英文对台语怎么讲？长片嘿，长片就抑个阮咧抑个咧找迄 budget， 就还袂做完。毋过我就讲这题材这个 footage 真赞啊，我就做一个底迄个8分钟的。
就先去送出去做迄个 film festival 安尼，嘛是有入去啊。就安尼时阵，我就感觉我就迄个长个嘛是咧做，我就每一年怎么讲？每一档每一档每一档我就会做一个片，底安尼，互人知影讲哦，这有一个导演就咧做这个，有这个底片，每当都会出来，伊佫有在做一个长个，还佫咧做，还佫咧找钱，所以是安尼啦。即马就讲我底就有迄个有咧讲迄个日本的culture， 因咧是啥？哦，做迄个拼仔笛子，嘿，嘿嘿，拼啊，拼啊，拼啊，拼仔吼嘿，伊就一个去访问一个师傅是做拼仔的，日食片迄边啦。我佫有做一个恁可能知迄个布袋戏，迄是今年有拄好有迄个时机去熟悉迄个馆长，迄个伊伫台北啊，嘿，有做迄佫有做一个我看就 Along Together 嘛，就拄着咩，我就讲来做，嘿。我佫有咧做，我今年就是12月迄阵，我有一个片有甲乌克兰有关系，做甲工作学安尼。即马就是迄个片，迄个18分钟，18分钟，嘿，即马就是咧迄个。嘛是有咧做一个做一些活动啦，嘿。promotion 对无？啊？在做 promotion， 你的活动就是 promotion 的活动是无？嘿，就 screening 安尼。因为讲迄个 film festival 是一条路，阮一定爱做啦，就是more and less 拢爱去 film festival 去 gain some recognition 这样子。毋过迄个乌克兰迄厝也佫袂，迄个12月较做完尔。毋过阮就是我是迄个片，迄片，迄乌克兰迄片，迄个2月2月嘿，2月伫 Sweden 博物馆要展出啦。嘿，嘿。你算做你的作品算做足国际化啦，吼。嘿啊，就朋友就拢国际化，我是感觉我是咧拢咧讲阮朋友的故事，就朋友就是伫国际化无法度。你的 producer 敢台湾人，你的 producer 对一个人。producer 美国人，producer 嘿。伊是 Jewish， 即个我是感觉你出即个布袋戏吼，阮大家咧开始吼，我感觉你讲即个故事，我感觉特别趣味，因为吼，因为即个人叫啥物名？你敢讲诶？即个馆长叫啥物？蔡意伟。吼，伊诶背景介绍是因厝，因就是传统伫婚林遐个布袋戏诶世家，看着因老爸老母嘛鼓励讲你毋通做。讲叫伊毋通去接布袋戏，但是到尾无法度，伊嘛是搁去做布袋戏吼。伊要传承即种诶布袋戏吼，会拄着遮个无共款诶路线吼。像讲一个路线，像布袋戏即摆渐渐伫传统诶庙会内面渐渐咧消失嘛吼。开始有一寡转型，像讲黄俊雄因即派嘛行即个金光布袋戏，即较大声诶说吼。即位蔡先生吼，伊即摆是台北布袋戏馆的馆长吼。我听起来袂输，怎行路线煞变做讲行较变做讲博物馆学术性遮个物件吼。即我联想着讲，咱台语嘛是面对着无共款的情形吼，要来传承吼。即台语文化要来传承，
啊，有啥物款的可能性吼？检测会当按即个传统的即个戏剧，啊像传统的即个技术吼，啊，伊伫咧互即个时代咧安尼咧倒台的中间吼，啊，咱对遐来得到灵感嘛无定定哈，所以你讲你推荐伊要来咱即个世界大文化论坛讲吼，真令欢迎啦吼。啊，请你甲阮甲阮迄个介绍一下安尼。我甲伊讲一下。好，好，来，Christine，你最后吼，好手伫网底，你看有啥物问题要问无？啊，你麦克先拍开。真多谢潘导演吼，今仔日咱要开会之前，我着甲Simon 做伙先看你迄个纪录片。我是问较实际吼，因为我即摆是伫阮教会长老来教育组啦吼。我拄仔看即个片了，我感觉讲真有意义，真有价值吼，来介绍互阮教会也是乡亲看吼。主要拄仔廖教授有咧讲诶，讲即个 COVID 诶过程。阮即摆就是甲梁光吼有咧讨论，但是这主要就是讲爱有你诶 copyright 迄个 permission 吼。过来就是阮看了，就是会透过即个纪录片了，互即个教会会友还是乡亲，大家提出即个过程，吼，你内底无包含即个过程，大家有一寡啥物拄着的一寡亲身的经验，来大家做分享，可能会去讲到一寡拄仔廖教授有咧提起的遮个问题，因为大家人拢毋是专业啦吼。所以对即个 COVID-19 的物件，咱是即几年嘛适当，佫足新的吼，佫真正以后会拄着啥物问题，还是讲种种有足侪人拢有足侪无共款的 question。所以第一就是讲，我要问看讲，敢会当阮伫教会来放即个纪录片，有啥物需要会注意的条件，还是啥物货？应该是无关系啊。毋过我着讲，甲阮迄 producer 甲伊较参详一下，我互伊知影一下安尼，我甲大伊 confirm 安尼。多谢。多谢吼。你咱阁剩几分钟吼，咱是毋是咱自由啦？咱有想着啥物款，咱就自由来看是要发表意见也好，还是讲要问即个潘导演也好啦吼。我是有一个question，假使你有选择会当做记者，甲你即摆做代志，你较爱做一款？我无想要做记者呢，迄就侪 stress， 苦。抑搁爱 stand by 袂。是毋是记者较无自由啦？吼，敢是？你也无自由，搁 high pressure 啊！我无法度。我有朋友，我有朋友是，就是做以前是做记者的，伊 Russian 啦，伊的，拢是安尼，就是讲迄个 station 若是讲有啥物 breaking news 过来，就叫伊去，就爱 on site， 嘛就就high pressure boy， 人派你就行啦。有钱再说，当然，如果要钱的话就，若是要趁食就好啊，我分享一下吼。我感觉吼，这个 COVID 遮严重，你的记录片大部分是社会，实在医学的问题吼，我讲一点互恁分享。第一吼，我头毛改型是因为找无剃头师傅吼，这当中我阁有朋友死去，有人朋友
一个太太入院9日，啊出来以后，因先生入院31日以后死去，也袂当去 funeral， 啊拢无烧牛着吼。所以对医学的观点有足侪 disaster 吼。譬如讲，当一开始 COVID 足侪时，急诊厝满，啊急诊厝也有 COVID， 啊有迄个毋是 COVID 的，毋知要哪处理，啊拢在一个临时架帐篷，啊这患者遮侪人拢真严重，结果迄阵呼吸器就不够，不但呼吸不够，你急诊厝嘛需要麻醉的医生去帮忙的吼。啊 ICU 不但 ICU 拢满 ，ICU 大个满以外，佫真麻烦啦。迄要一个隔离的患者真歹处理，足麻烦。你都要换衫，这足麻烦的消毒吼。啊，结果 ICU 满以后，欠呼吸器佫欠人，结果麻醉医生拢扭去做 ICU， 因为阮有 ICU 的 background。结果呢，普通开刀房拢关起来，干那急诊。啊，迄个 COVID 患者有当时都要做气管切开，嘛是需要麻醉的吼。啊，所以不但这样 ，ICU 拢满以后，麻醉医生若普通伫开刀房的无头路，安尼若愿意去做 ICU 的，拢真无用。啊 ，ICU 囤满以后，连麻醉的手术的恢复室拢改做 ICU。满，啊，在迄个状况之下吼，麻醉医生，你若愿意做吼，较少年仔，因感觉因若着就较袂死，所以较少年仔先去，因为嘛较需要就入啦吼，需要继续做工。啊，结果这少年仔呢，伊去上班的时候足麻烦啊。安尼要食一个饭，要去小个便吼，拢都爱去换衫，去洗手，真麻烦。结果伊转去厝的时，毋敢入去厝内。啊，你若需要先去先带病院洗好再讲。啊，有诶转去厝，带伊的 garage 内面带车内困，毋敢入去厝内，惊传染着。啊，落尾知影讲，大概是袂遐严重的时吼，伊拢随转去厝伫车库，全身躯拢烫了总洗，啊，然后伊家己随走入去洗澡，通总洗了以后，吼，再来食一个饭。所以有人麻醉医生转去毋敢入去厝内，所以即款代志吼，阮是有迄个有实在捌的人有即款经验啦吼，所以互恁分享。啊，即个吴医师伫开讲嘛，应该有足侪即个问题。有啦，这吼，我的改站甲你当然无相啦，我这是第一线的吼，所以这个有一站真久，这个政府嘛同意啦，啊鼓励啦吼，无这个实体门诊啦，就是讲用电话啦吼，经过线顶的，来处理这问题啦，吼，有一站真久是安尼吼，啊最近才开放吼，啊这吼真深刻哦，这其实因大咧研究就是讲，这个线顶的这个检查吼，啊甲治疗吼，啊甲实体来门诊的这个医疗效果吼，还是讲这个为医生的立场，还是讲为患者的立场来看吼，差伫对吼，这足深刻的吼，足深刻的代志吼。咱定定讲这个线顶的医疗吼，会使大大发展，这有影，但是吼不足的所在我也袂少啦吼。比如讲吼，真侪老人吼，啊，我着讲我这线顶会当甲你处理的，伊一定要来看。吼，伊讲啊，我着诚久无看你啊，我爱来看你。吼，伊袂当了解讲是安怎吼。线顶啊，我甲开药啊，着使，伊袂当了解。伊讲啊，我着足久无看医生啊，你
你互我来甲你看一下安尼。所以即种代志我足熟悉诶，对啊，真济啦，吼。啊，我感觉这 COVID 吼，对即个社区诶病人吼，上大影响第一是老人，这影响足大。啊，真正老人吼，变做精神负担足大诶，吼。啊，真济变做 depression，吼，安尼。啊，第二阶段就是囡仔啦，因为囡仔吼，伊怎啊变无朋友伴去嘛？啊，这囡仔朋友伴足要紧诶，足要紧诶。所以即个大老人啊，甲囡仔即个影响，临床上讲起来吼，影响上大。即两站诶人口，嘿，伊 COVID 的是讲精神科上无用啦。可能有影。结论就是讲吼，袂当片面结论就是讲吼，咱人吼是一个社会动物啦，social animal。吼，你袂当脱离你的群组啦，嘿。结论是，我感觉讲即个 COVID 即个吼，一个足大诶即个凸显，就是讲咱归根讲起来，咱人吼，咱人类实在是社会动物啦。呀，我是感觉讲，即个拄着即个困难吼，啊，咱人类嘛去想办法要去改变，讲人和人要安怎计较。吼，所以讲像讲咱即个论坛就是诚好诶例啊。吼，啊，若无即个 COVID 吼，咱嘛无法度人讲，世界各地诶人，咱拢会当伫遮来做伙来讲代志啊。有即个线吼，你甲想讲以前无即个线的是要安怎处理吼，足严重诶。啊，我有一个真好诶朋友，伊对我一世人吼，伊是做我诶实验室诶研究员吼。伊本来都有 depression 诶倾向，啊，伊即届吼 COVID 啊，找家庭医师也无满意，啊，找精神科医师敢若无去看，挡袂牢，啊，结果佫无法度，结果伊不时敲电话互我。啊，我不是敲电话互伊，伊若有敲电话互我，就是表示讲伊有较好。啊，伊若无敲来，我都爱敲去啊，相当啊严重诶社会问题。对对，这吼，这我家己有经验，阮牵手吼，真侪朋友啦。即个 COVID 的中间吼，迄禁的中间吼，真侪朋友无代无志敲电话来讲话，啊，无啥物代志，一直讲讲咧两三点毋煞，毋放伊煞安尼。真济是安尼，足心实诶。电话袂传染啦。无伊就需要人讲话，需要人甲伊讲话。迄个 virus 袂经过电话，所以无问题，救着人啦。有即个线，有即个电话，真诶是救了人。你即马甲想象即个 COVID，若无即个线顶，啊，若无真好诶手机吼，人类要安怎过？你有录影吼，我想即个 video 吼会当寄互潘导演看。啊，潘导演看了后，你感觉有啥物话，你台语较无手哦，较含慢讲诶，你会使小可练一下。啊，阵讲你真正有问题吼，你会使跟我联络吼。我会使就是讲，甲你讲即句话，台语安怎讲较好。啊是呀，嘿，吼。啊，伫线顶咱正式咧开会时阵，你若要请教逐个即句话台语要讲嘛无要紧啊，随问人逐个随，足侪人拢会甲你会甲你翻译诶。顶礼拜我有讲英语嘛，无要紧，是因为我是咧讲吼，你若准讲即句话袂晓讲，你若去讲中文，不如讲英语，嘿。你若讲华语，不如讲英语啦。我知，我是想讲吼，我即个想法，我是讲即边啦吼，咱的广告来用英语来甲拍好无？咱伫 Facebook 的用英语，下骹来甲翻做台语安尼，但是顶款咱规去用英语安尼，来试看效果啥物款？无你就倡议啦，啊？讲倡议啦。
就是顶头英语下骹台文安尼。啊，对，像意也是。安尼变做讲检查会互一寡咱离遮第二代吼，遮台美人吼，伊袂晓看台文的人，伊会晓听，伊若趣味嘛入来。所以最近吼，迄个 team 庄秋雄因后生的款，迄个 team 吼，伊顶礼拜嘛有来呢，吼，迄个。我顶礼拜有甲名带囝互你。我有看到，伊顶礼拜嘛有来呢，所以像伊的背景可能，咱若用汉语写，可能伊嘛看无，即个题目，我想会较侪人会有趣味，所以咱袂当拜托讲迄个潘导演吼，你写一个英文的简单的，简单的要当 Facebook 的广告用英文写就会使吼，我来翻做台语安尼，好无吼？好啊，好啊。我主要是要看讲介绍讲免咱入去看这个影片吼。OK，先提早广告，互人赶紧去看安尼吼。好。OK。安尼。即摆甲录影切起来好无？我即摆甲录影关起来。 OK，好。剩的吼，就是迄个